樂倫關注組。消暑好味道。飲品篇：雞骨草赤小豆煲木棉花水。材料包括雞骨草、赤小豆、木棉花各1兩。之後煲5公升水，水滾後轉小火煲1小時。功效：清熱毒，排濕氣。注意事項：雞骨草性質偏寒涼，具有清熱解毒、利濕之效，不建議長期或每日飲用，以免影響脾胃功能，導致體質偏向虛寒。脾胃虛寒者如容易腹瀉、腹脹、陰虛火旺體質者、孕婦及兒童，建議在飲用前先諮詢中醫師或專業人士意見。雞骨草係烹調前應徹底清洗，去除泥沙，若根部附有雜質或過於粗硬，建議剪除，以確保湯水清潔及口感。呢款湯水較適合於春季濕氣較重時飲用，一般建議每週飲1兩次，有助清解體內積聚的濕熱，達到調理身體嘅效果。